Hello， 你好，我係 Ernest， 係 Financial Partners 嘅大中華區董事。咁今日恒生指數收報19,842點啊，咁就升咗600點。咁而國企指數收報10,705點，咁啊亦都升咗411點嘅。整體今日成交就734億啦，期指臨尾就收都係高於現貨嘅，無論11、12月嗰個嘅期貨水平都係。咁啊收報19,892。咁就一個星期嚟講咧，恒生指數微跌0.88%嘅啫。咁啊，國企指數升咗0.75%。咁啊，見得到啦，今日亞洲區嗰個股市全線都係上升嘅。咁啊，除咗即係國企升成4%咁多咧，其實韓國都升咗 over 3%。咁啊，至於澳洲啊、日本啊或者台灣加權嗰邊咧，都升到2% 度嚇。咁啊，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尋晚你記得到啦。歐洲嗰邊希臘咧個政府就唔再堅持呢個公投啦，咁啊央行亦都突然減息1/4嚟啦，咁所以今日咧香港一開都係升嘅嚇，咁啊相信如無意外咧，短線咧今個星期嗰個低位18,900幾點呢啲咧應該揾到啲支持嘅，喺短線嘅目標嚟講咧，應該大家睇就會唔會上望翻上個月28號嗰個嘅高位20,207點嘅，咁啊有機會破嘅嚇，咁啊最重要就係我哋見得到啲技術嗰個形態。20天線亦都有機會升穿50天線啦嚇，整體嗰個平均線個分佈亦都係利好，咁啊有利於後市。而最近大家亦都見得到港匯亦都偏強嘅嚇，咁啊港匯亦都升到7.7665嘅水平，咁其實顯示緊啲資金有機會持續仍然流緊過嚟香港嘅，咁啊我相信亦都係跟呢個基金嗰個經理咧調集翻啲資金過嚟香港有關啦嚇，咁係咩原因大家都唔知㗎嚇，可能亦都係最重要就係即係中港個股市亦都係即係相對嚟講咧就個價值區存在，大家想入翻啲貨，咁啊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嚇，其實美國嗰個經濟前景唔係話太好嘅啫。但係其實道指咧，其實依一條低都升咗4%，咁所以相對嚟講咧，亞洲區尤其是呢個中港咧，其實嗰個股票都幾吸引嘅嚇。咁啊，至於譬如話大家嚟緊，我諗11月睇就係睇咩咧？嚟緊嘅數據就係話，譬如國內公布嗰啲嘅通脹數據啦。咁但係市場都應該預期咧，佢係應該緩慢會回落嘅。咁啊，同埋大家都期待緊國內會唔會即係嚟緊嗰個第四季嘅流動性會有機會咧係鬆翻少少啦。咁我相信咧，如果呢啲即係大家嗰個即係利好嘅氣氛或者嗰個情緒咧繼續落去的話咧，其實有機會呢個滬深300指數咧有機會係去翻呢個9月頭嗰個水平，大約接近呢個2800，甚至乎呢個2900呢個位置嗰個嘅區間去衝破嘅嚇。咁啊，你記得到今日滬深都收到呢個2763，咁其實都好接近翻呢一個嘅水平㗎啦。咁啊，希望即係大家下個禮拜拭目以待啦嚇。